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喜來咧，我係 Rita 林妙天。11月份到咧哦，係咪本大家想到哇？2020年第8屆次選民國際少棒競標賽，第11月28號到11月1號會開始了。所以安利福喜來了，特別為大家而來製作，老野球有關係一系列嘅主題，會有90喎，本大家好好感受一下野球嘅風情。喺第今半夜節目當中呢，係當精彩內容，乜嘅老野球有關係呢？你今日嚟介紹人工嘅術漫畫，講到漫畫大家都懂好看錯麼？所以呢，今日嘅節目嗬，大家好好來看下漫畫哦。非常歡喜邀請到咧後生界漫畫家純陽老師喺節目當中嚟同大家分享佢嘅作品。來分享，純陽老師你好。大家好，我是純陽，很高興來到客家電視台。哇，歡迎欣賞歡迎老師。今日安妮的節目當中，我們就要來感受一下棒球、野球嘅風情哦。老師，這個棒球人生賽已經開始推出，然後大家都覺得非常非常的期待下一集哦。大家是在參與，因為我們有一個募資的計劃嘛。是的。首先應講到底棒球、野球嘅人生賽，第一講乜嘅呢？講野球嗎？講人生嗎？講比賽嗎？其實這不只是談棒球而已，對不對？是的，因為人家總是說球場就像人生，然後，所以我想要把它比喻成像這人生一樣，濃縮成一個人生的縮影。然後我裡面會包含蠻多的主題，就政治啊、歷史啊、各種文化，把它給濃縮成用棒球的形式去做成這個作品。嘿，今半夜信上面係有備而來。你看，佢信紅周誒，就是許生明教練的這個紀念球衣嘛，對不對？它是一個復刻版。你看有紅色，還有秀出你的85號，好，又有蝴蝶球的感覺，對不對？又有 magic 的感覺。對，是。這件球衣是之前我去高雄澄清湖參加富邦球隊，為許生明教練去和魏全龍舉辦的復古日球衣。對啊，我那一次去還蠻有印象的，因為那一天就剛好颱風天的關係，然後又天很紅，然後附近又是因為比較野外一點，所以就會有蝴蝶飛進球場。哇！所以當天其實還蠻多球迷有看到那個蝴蝶的，大家都說是許總回來了。哇！所以我特別的有感覺。所以這張相片，那個天空是自然的，對，是沒有調色的。有稍微調一點，但是其實它本來就已經很紅了。就因為颱風來之前，加上它是在高雄澄清湖那的地方，所以我拍到這張照片其實也蠻驚訝的。動感同呢，所以一切都是很巧妙的緣分哦。對，所以事實上，Uncle 原來你也是一個棒球迷嘛，哈，做了很多，買了很多周邊，韓國自家係熱 Q 倉哦，哈。你講到野球哈，其實台灣真的是一個蠻瘋棒球的地方。你自己的感受，你對於棒球它帶給你怎麼樣的悸動？我自己覺得我自己並不是一個很標準的球迷，但是我會花錢在購買周邊跟進球場看球。棒球對我或者是為台灣來說，大家都是稱它為國球，可是它到底是工作還是夢想？這是我比較想要討論的。對，因為人家總是說它是國球，但是為什麼會稱為國球？其實背後它有它的歷史跟政治的因素。嘿，所以你係講來看啦，野球人生賽來看這一系列的漫畫，其實裡面就有談到，不管剛剛老師說它的政治啊，或是在地的歷史文化都有談到。我知道當貼片，你講到野球係講係國球，表示講它其實在台灣的很多地方都發生着，而且都興盛着。但是這一次，它其實整個主題的場景也特別推重，選在台中，是不是有特別的故事？是台中。因為台中它在台灣的中間，所以被稱為台中。我搬去台中的那一年，我發現不管是口音，或者是食物上面，甚至是文化建築，它其實都有相當的融合了北部和南部的特色。所以我覺得，如果要像我剛剛講的融合台灣的文化特色的話，台中會是一個非常適當的地點。哦，對，所以我選擇了台中當做我的主角隊的城市。所以老師你自己是因為你待過台中，你自己
泡在台中一段时间，所以深入的了解，这也是一种田调，对不对？比较重成本的田调，对，因为你必须要去那边住1年，知道那边人的交通习惯，然后甚至是各种的食物文化，比如说台中特有的东泉辣椒酱之类的，对。哇，青菜是讲出了动菜体的特色了哈，所以底下地图你走在看到，就是很有在地的文化。那为什么除了台中又有台南的味道呢？该不会您现在就住在台南吧？被你发现了，没有啦。其实我是想说，因为像日本漫画，他们总是会做各种关东关西的特色。当然，台湾我觉得每一个城市，因为我会到处去看球，比如说台北的天母球场，它很有特色。台北老球场已经拆了，还有台南的球场，它是从日本时代就留下来的，其实它是古迹。就你能想象吗？在古迹里面打球，甚至高雄的立德棒球场、澄清湖这些，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专属棒球场，也有它的球场特色。所以我想说，甚至球队可以用一个城市的特性来去做。台南，我想做出那种为了美食而疯狂，或者是但是又出各种棒球人才的一种特色。你一定有听过那个王建民、陈金峰、郭宏志的名字吧？他们其实都是台南人，是这样子。所以我想特别注重在这个城市出很多棒球好手的上面。所以讲起了义勇为图，你地图提示了，你出的人才有关系哈。你讲到了棒球人生、亚球人生里面的角色，其实有很多别出心裁的设计。那我们说，今年11月份11月份哈，徐生明教练的这个球赛哈，美黑金阳基也要开打了，而且里面也有角色是参考徐总的，对不对？对，我觉得，因为他在棒球界有一定的贡献，虽然我并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就是大家都疯棒球、疯职棒的时代，我是还蛮近期才开始看球的。可是我觉得有一些人他对棒球有特别的贡献，那我觉得就可以从中截取一些他的特色。我预计是为他制作一个投手的角色，就像徐总一样，大家最知名的蝴蝶球，他也是一个蝴蝶球投手。可能他的绑腿袜上面会有一些客家花布的小花纹，来借此暗示。他不会直接说这个人就是谁，但是我觉得可以取他的特色去做，有一些投射。是的，徐生明教练他是美浓的客家人，然后又动作很严肃，走在表老去。所以老师你在设计这些不同的角色的时候，所以你真的是刚才讲到是很高成本的，要深入了解，因为你也落 Q 冲到不同的球场看球赛，是，然后观察不同的选手的特色，才能成为里面的角色。其实也没有观察到不同选手的特色，而是我想要的剧情，如果他可以配合的话，那我就会制作出这样的角色去做。那也要看得很多，对不对？看得很多啊，不如说是比较想要做些什么的剧情吧。因为其实像日本的传统王道运动漫画，它其实就是热血追逐梦想。但是像我刚刚提到的，台湾的棒球被称为国球，它其实背后有很多人文的因素。我想要借此来去做出属于台湾特有的棒球角色以及漫画故事。有几个还台湾美哈，那里面的角色呢，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而且大家觉得球场上只是男生吗？美安用音，还有女生又什么样哦？是啊，首先我的主角就是林峰生，他是一个其实到处都可以见到的男孩子，15岁，可能家里不太好，必须要工作帮忙，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梦想，就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要成为什么，就觉得先过日子。可能他成绩也不是很好，不过他有朋友，朋友就是我们的贵人。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贵人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朋友。他的朋友就是球队的队长张冠一。张冠一他一开始是教风生怎么样投球，在夜市经营生意来糊口养家，然后后来又带他进入棒球这个世界，帮他那个确定的梦想。当然，像每个王道运动漫画都一定要死对头嘛，所以我又制作了汤德辉这个角色。汤德辉这个角色就像很多男孩子梦想的高富帅，一定会有这样子的。然后，如果这样的人愿意把自己当成对手来认真严肃的看待，甚至想要打倒，我觉得是很多男孩子会想要的梦想。
至于您刚刚提到的女孩子的角色，其实我自己本身她是国中以前我在练田径的啦，对我是有在练体育的，所以您也是选手。但是我是比较田那一系列的，我不是竞赛的。对，我们田径有分田跟竞这样。我自己有练过一段时间，但是那时候其实我就发现，体育的出路并不是那么的顺利，也不是那么的平稳不稳定啦。而且其实很多人都只会注意到你的性别、你的胸部大小跟你是女生，对，所以我想要借由这个角色，然后来去做我们会在体育竞赛上遇到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你心理上面受到的歧视。然后我听说徐生明学会他们最近也在致力于推动女棒，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嘿，因为日本的亚球哈，他们是只准男性上场的嘛哈。台湾其实没有特别规定，可是台湾军仪社几乎就是都是男生在场上。是，这是无法去，因为有一些身体上先天的条件。可是我觉得像日本甲子园，他们没有明文规定，可是你就是不会，因为你是女生，所以你不能上场。但是台湾其实你在球场上还是看得到女孩子的身影，是真的。我觉得相较而言，我们台湾还算是比较平等的关系，可是它还不到真正的理想那个标准。哇，所以俩英国属地都有动斗诶俩主题来到台家谈头，有很多不同的议题。然后讲到不管是性别的，或者是我们在体育赛事上，你真的要如何去克服那个挑战，还讲采铁、文法、俗用俩都好。等下导转来节目当中，要请纯阳老师继续同台家来谈一下。大家真的呼吸来咧，我是 Rita 玉婷。今日嘅呢绕墙到漫画家纯阳老師喺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佢性格創作嗬，你係亞球人先生。講到亞球人講棒球係哪一個棍啊？啱啱打嗬。當然每個人都希望人生可以有全壘打哈。如果每一件事都可以 home run， 那多好。不過其實您在弄就弄到挑戰了哈。老師，你當初怎麼會想要來做棒球這個主題？我当初其实，在寻觅，我当初一开始是在制作警察跟消防的漫画，在结尾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在思考，到底下一个漫画我要画什么。后来，然后那时候正好像是某一次棒球比赛的世界经典赛吧，就正好棒球的协会跟中职闹得不太愉快，导致那一年其实我们国家队的表现不是很好，甚至可以说是凄惨的程度，就非常的生气。我就一怒之下就说我要画棒球漫画，后来就选了这个当主题。是这样，所以老师，你这个平常时你其实就是有在关注体坛的一些事件，没有？没有吗？怎么这么刚好？没有啊，其实我那是决定了题材之后，我才开始进场看球，因为我想说就用这个。它只是一个对我来说，它是个包装的手法，就是所谓的题材。我要讲的故事要之后去发掘，我只是先决定了这个方向。哦，所以刚刚讲到，因为你有发觉讲啊，原来这一次打得很惨，是因为什么事件？可能也是跟你以前练田赛，你还是有稍微 follow 一下体坛大小事。我这个那都的时间，我非常喜欢地图哈，基础疗愈讲，老师说有在地的人文历史，有关于这个棒球的知识，或是这个人生的转折，韩国。那球咧地图动神奇，因为它里面的台词还会用在地的母语去书写耶。是的，因为我的朋友他们对于推广台文写作其实是蛮不遗余力的，甚至还自己上课去学。我一开始其实有点反感，因为其实我看不懂这些文字，因为从小没有学过，我们只会讲只会听，但是我们不会写。对，但是后来就慢慢的在朋友的催化下，慢慢接受这些事情。但是目前，因为我的主角队他们是在台中，就是平常是用台语跟所谓的国语在对话，可是其实棒球之中，它有50%左右的人他是原住民，其实而且原住民他又有好几族。
后来我也有在思考，到底之后登场的原住民，他们到底要用自己的母语还是用什么？不过其实里面蛮多角色的取名都是直接用原住民的名字，对。所以地读就很符合现况哈。是因为我们也有在推一个原民的运动，他棒球选手的原民运动，像拿药阿给啊这些的，他们其实都有慢慢的在恢复自己的名字。所以两本聊主题哈，亚 Q 音 sense， 它是比较基层的棒球，是比较少棒的概念。是没错，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年轻过，所以这句话每个人都有15岁吗？对，我们都有15岁过。哦、对，而且像很多运动漫画，他们都会挑在这个国高中的阶段，他们是那时候是最天真浪漫，然后最充满梦想的热血时期。那我所以特别会选在这个年纪，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有经历过，甚至希望自己也可以这么做。对。可能看了读者他还很年轻，他就会还有机会去拿起棒球，趁着自己还热血梦想的时候去试试看。因为您讲到运动哈，在体坛里面，年纪黑加动重要，他可能跟他的爆发力、耐力、体力都有关系嘛。是的，所以19岁，他真的是青春大好的时候哎。是没错，因为棒球选手他其实寿命非常短，可能30几岁，甚至还不到40就要退休了，就要隐退了。是。所以在先生自己在做这些田调的时候，你刚刚说，无论是你大台中、大台南，或者是其实你还到台湾的东部、南部、中部、北部都去取材过，是的，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到这些不同的地方去研究跟观察。因为我不懂棒球，我一开始是不懂的，所以我觉得最快方式就是你真的走到那个地方去看看那个世界的人在做什么。对，像我自己比较印象深刻就是你到花东这么遥远的地方，可是它是棒球的故乡，就你可能会觉得很多人在打棒球，但其实没有，就他们反而是比较弱势的一群，所谓偏乡弱势。我有拜访了陈爸书屋，他是在经营书屋的孩子的黑咖啡吧，我记得。然后他有照顾一大群没有家庭的孩子，或者是家庭比较有问题的孩子。他当然也有另外拜访一个教练，他其实在学校教体育没错，可是他下课之后，孩子们会到他家，可能看书、写功课，甚至继续生活在一起。他们那边缺的其实不是资源，大家都愿意捐钱、捐资源、捐物质，大家都愿意。可是大家没有时间去陪伴这些孩子，没有人力，而且是优质专业的能力，对不对？对，孩子需要的是陪伴，把他拉到正确的方向去。所以底下地图你做了很多不同的调查哈，所以有这个棒球人生赛，底下1000是不是还有一个前传，然后一直铺陈到这边？我有在国语日报上面写那个其中2个角色，也就是球队队长张冠一，他跟他的兄弟小时候开始打棒球的故事。对，就可能就直接在庙前面的空地就开始打起来。就教导一些乐棒的东西。乐棒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棒球，因为国语日报它的年龄层非常低，他们适合哪种用矽胶去做的球，还有球棍去玩这些游戏，它安全，而且基本上还蛮好取得的。这是不是有一点像我们在玩的那种垒球的概念？垒球它比较大颗，比较硬，那个又是不一样的。因为垒球还是有一点危险性，但是乐棒它是真的是用泡棉去做的，打到是玻璃不会破掉，这很重要。对，然后也不会受伤。小朋友都很好入门的，因为小朋友好动，他一玩风中，你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这种软的材质去给小孩子去接触，当做入门的话，如果他有兴趣，可能之后再透过学校的社团或资源去更深入。这其实蛮值得推广的耶。是的，因为我记得我以前看过，就是比如说红叶少棒好了，他们那种毅力跟在很不容易的环境下，扭半音他们可以很坚持，甚至是打出一个很好的成绩。是啊，红叶少棒它的环境真的是蛮特别，因为我特别去红叶国小看。它是真的是你得骑着汽车翻过好多的山，到山路，甚至路上很可能会断掉，因为它山路很容易断。而且上面其实就是
其实现在也没什么人了，因为严重的人口外流，然后人口老化，其实没什么真正的小孩子了。就其实他们也面临着少子化的困难吧，我觉得。所以记得都会看棒球音线水，然后他们就会燃起那个棒球魂，在热血沸腾，再一起去冲一下。那老师你自己在做这个过程当中，那反公一起动都体风，那你有没有觉得什么特别感动的地方？特别感动，因为你走访像陈爸他的书屋啊，或是看到很多老师，他们愿意付出他们的心血去照顾一些可能就说比较缺乏陪伴的孩子。特别感动的话，就是所谓的台湾最美的风景吧，人情味。对，因为其实棒球是一个需要很大量资源去投入栽培的，不管是钱、装备或者是水。像球场坏了，可能就得集结很多民间的力量帮他们去修球场，或者是送他们食物。小孩子如果没有人照顾，可能体育班基层，体育班有的资源是政府提供的，他们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可能甚至是一顿饭也好。就算那些小孩子他们其实看起来就瘦巴巴的，不适合打球，可是如果他们待在球队里面，他们就可以得到温饱。有这样的，我觉得体育班虽然说人家都说体育班只注重打球，不注重读书，可是我觉得他们还是有多多少少去在基层发挥照顾孩子们的作用。我觉得比较感动是这一点吧。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蛮多就是要很坚持的那种精神跟态度的。对啊，就像人生一样，虽然说你的人生看起来就是很烂，可是你不能你就不能真的认输嘛。老师，你刚刚说，就算人生看起来很烂，对，因为是你自己走不下去了。不管是你自己，还是环境，还是你的家里面，你把它搞得这么烂，或者是看起来没什么希望，可是你不能这样子认输啊。就像球赛，你不到最后一局，其实都不知道会不会翻盘。对，其实我想要传达的，我一直都是在重复一句话，虽然知道不太可能赢，可是不能认输。对啊，这就是棒球的感觉。非常棒哎，这是很适合应用在我们的人生。老师，那我很好奇，你的不认输精神，你讲你以前你也是在练田赛的，那后来田赛跟画漫画其实是跳蛮远的，是怎么样跳到这边来的？因为想现实一点好了啊，练体育其实你没有资源，没有家庭的背景，其实你练不下去了，很难练。就是你能不能赚钱养活自己？相较之下，画画其实还蛮容易的，至少你可以，很多人需要你帮他画插画，你很容易赚钱。对，所以我觉得，就我自己是喜欢说故事的人，然后我看到这些到处去取材，我觉得我可以用漫画去把这些画下来，给更多人知道。那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所以老师是后来就是转攻美术了。算是吧。我是从大概高中开始走上美术班这条路的。哇，是。那起的完美动力，因为你可以从一个很需要体能的，再来画画也是蛮需要耐力的，超需要的。你需要很有美感，然后你可以静下来，可以塑造自己的风格。是啊，我觉得风格是一个还蛮难界定的，因为其实之前台湾漫画你没有太多可以参考的。那就像我一开始说我要画棒球漫画时，所有人都会想到你要画棒球大联盟吗？还是要画钻石王牌这些日本的知名漫画作品？可是它都是属于日本的味道。你没有办法参考什么是属于台湾的体育漫画。对，所以我在这方面是下了蛮多的苦心。哇，你要是本大家看到俩亚 Q 音线水，可能你之前有看到俩乐乐棒哈，这个是可爱版的哦。到俩亚 Q 音线水讲，哈那都有关音线个彩题文化的历史等等啊哈，非常的精彩。等下安尼节目到咗啦，继续来欣赏纯阳老师嘅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哦。
家就能复起来咧。瑞塔根本已访问到两人工儿术、漫画术跟漫画家哦，春阳先生在节目当中带来了亚 Q 人生术。头先谈来讲到，无论老亚 Q 老人生有关系，我知道春阳老师是一个很坚持、很勇敢做梦的人，韩国今日走出自家一条路，我非常的佩服。再次的分享春阳老师，老师好，大家好。嗨，老师，你这个哈，这一次第一次接触跟运动项目有关的漫画，那是不是有影响你很深的运动漫画呢？日本的漫画家的光速蒙面侠，他是原作和作画是不同人，一个人先写好剧本，然后另外一个漫画家负责作画的漫画，他是在讲美式足球的运动漫画。然后我觉得那一本是非常吸引我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从主角也是一样门外汉，慢慢的去接触一个这么暴力的运动，然后慢慢的，对，它是一个很暴力的运动，很冲撞型的运动。每次足球是死亡率最高的运动，就是要穿，因为它必须要穿很多的盔甲，然后互相撞，是，就是你得去找出一条自己可以过得去的路。那我觉得就是也在之中，主角慢慢的成长，跟读者也会跟着主角一起成长。他这样的铺陈让我觉得非常的能够融入这个漫画的情节。那个漫画对日本造成的影响也蛮大的。就那一年开始，就这个漫画连载开始之后，很多高中生其实就开始创立美式足球社，然后开始打这个美式足球，甚至他们现在好像全国高中大赛也是在甲子园这个地方比。对，同样的都是在甲子园这个地方。所以你讲漫画其实跟养熊没很动态。以前有人讲啊，你就不要看漫画，你去读别的书。但是其实漫画它还是可以带来动斗，对人生对 any 想法有好的一面的养熊哦，它就是一个很好的素材嘛。是的，就你看你什么心态，你把它当成课外读物。课外读物它其实也是在补充你其余学校不会教的知识。在日本有非常多不同类型的漫画，历史人物啊、科普的这些，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成漫画。我觉得就看家长现在的眼光要怎么去看漫画这个存在。我记得，因为以前我看那漫画的时间，可能我们以前看的比较多是少女漫画，就不敢看太多。如果线上讲有科普的，又历史的，又英文，又体育，又动某种用旅行的两人工的书，我们其实都可以涉猎。它就是很多不同的知识藏在里面，而且很多的趣味点哦。所以线上你受到这个美式足球的漫画，也算是一个蛮大的启发。是啊，因为我觉得漫画像旧井宜人。蜡笔小新，你应该有听过，他的作者旧井宜人说过一句话：我们漫画家是贩卖梦想的人。对，我觉得这句话影响我非常的深。我们漫画它是可以带给人们梦想。对，我后来也是觉得画这个漫画画一画之后，原本其实因为我已经靠着画画工作蛮久的，靠着它赚钱，其实它有点像是职业。可是因为你必须要思考，跟着角色一起成长。后来才会觉得，好像慢慢重新体会到自己原来还有梦想这件事情，是会有这样的慢慢心境上的转变。那老师讲，你从体育转到美术，然后开始从事就是绘画相关的工作，一定挺动念。但是其实绘画的领域有很多嘛，有很多不同的媒材可以去做创作，但是怎么会特别挑漫画？漫画，其实我觉得，不管你是用油画、水彩，还是任何的歌剧、小说，你都是想要讲故事、讲情境的人，就看你要用什么样的媒材。对，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讲故事，我也喜欢画画。我之前一开始是写小说的，我也出过好几本的同人小说，但是我觉得可以同时满足画画、写作的，那么就是漫画最适合了。所以最后我会挑选这个来作为我的创作的媒材。其实都厉害，因为刚才线上研究他跟我说故事，它就是营造一个场景让你进来哦。是，所以你讲讲故事又爱画图，这其实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但是它非常需要连接在一起，然后你具备两个能力耶。就也是看着前辈们的漫画慢慢学来的，因为其实台湾没有人在教你怎么画漫画，至少我那个年代是还没有的。你只能看着那些很厉害的漫画家的作品，去觉得哇好帅哦，我也想要画出这样的世界，是这样慢慢在摸索。因为文字跟绘画它的思路跟步骤方法就是不一样的嘛。
其实我都会在脑袋里面一次一次的 run 过，就把它这个世界不管是逻辑还是剧情的铺陈，在脑袋 run 过一次之后，再把它付诸实现。我觉得不管是用文字的描述那个画面，还是用画图去描述，最后都是一样，要让读者们进入我的世界里面。我自己的习惯是先写小说。就像《棒球人生赛》上面，我其实已经写了大概20万字的小说，我把它当成脚本在写。可是有了文字去描述你周遭的细节，像这个台东的情节，他们的食物跟生活周遭遇到的人，那我才知道我要怎么去无存菁，去选择最好的画面。哇，这是我把它当成脚本在写了。信上刚刚讲的这些，其实我脑海里想的是电影，我觉得哇，他根本就已经可以拍电影了，对不对？电影太重本了，这个也是个先不要。我们光是烧漫画就烧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哇，讲到钱，这个经费来源很重要。其实现在我们还可以让大家一起来更多的参与，就是我们有个募资的计划，对不对？是的，我们有跟哲去合作棒球人生赛的创作募资，就读者可以每个月定期定额捐款，或者一次捐一大笔钱来帮助我们创作这个漫画。我们现在这算是趋势吧，因为想要创作，但是你又没有足够的钱，而且现在其实平台几乎都是免费的呈现，不管你是手机漫画的 APP， 或者是一些出版社，他们几乎都是免费。人们已经喜欢免费在网络上面或者是手机上面看创作的作品。你必须要想办法，不是借由漫画本身，而是其他的管道的收入，不管是做周边或者是做募资，你要去想办法在这个地方取得作者的跟读者之间的回馈平衡。而且使用者付费，你还加动紧松的概念哈，也是大家需要建立的。是的，募资的概念没搞昂死绕千条路一停停，而是你只有这个梦想值得你一起去付益，然后或者是你希望你。因为你要去捐款嘛，或者说你要去先付款，你要走在树洞你想款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去支持艺术家的方式。是啊，而且也可以同时卖书。像我们的募资方案就是你可能就赞助一笔金额，我们就会那个3本书出版之后寄给你。我觉得这样同时带动大家的你拿到书，然后也支持了我的梦想，出版社也可以卖书，去维持这个市场的平衡。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适合大家去发展的方向，蛮双赢的。是的，意思是讲啊，你有得讲，你点用路后停一的东西，然后你按 order， 然后他之后就会帮你寄过来。你要用的意思，还是要等一段时间啦，还画画也要时间，让你们创作嘛，对不对？是所以李海到底该紧哈，就是即将要发行第4集了。是第4集预计在12月的时候上市，如果我没有意外的话，就会在这个时间。加油，我们期待哦哈。所以其实现在刚才讲，无论是创作，不论是小说哈，也还无论是其他，其实都很需要花时间哦。我们除了看到这些，刚好还讲到有周边商品。譬如讲有嘛改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周边商品其实我们预购的时候就会送这些小东西，像是手环上面写着一些我打的不是球是人生这些励志小语、杯垫，或者是一些里面有出现的狗狗、小动物可爱的卡票夹，像这些其实都是随书赠送，去提高人们购买的意愿。当然，募资方案因为人们赞助的金额比较高的话，你就可以得到比较特别的东西。像其实我的笔名叫做。也不是笔名，就是我的吉祥物其实是一只蠢羊，就是黑色毛的一只羊。然后我们于是这次的赞助金额就会得到一只蠢羊的玩偶，不过那个还在制作期。对啊。所以大家都在期待，这个也是一个回馈的机制。是啊，所以吉祥物还蛮重要的，因为人们喜欢这个东西，他们就会愿意花钱。就好像你跟读者之间的一个交流，好，我们的信物，安的意思，好不好？我们的信物，我支持你，这样安用你了哈。那老师目前有没有遇到什么创作上的困难，或者是有没有你已经突破，你觉得哇太棒了，一定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就是题材上面的选择吧，就因为很多人在看棒球，然后也很多关于棒球的创作漫画，日本有超多的，甚至还有探讨到每一颗球值多少钱这么细致的职业棒球漫画。你要比题材其实是比不过日本漫画啦，所以我觉得在选择题材上面，我非常非常的困扰，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做出属于台湾的棒球漫画？
因为像我之前做过警察和消防，它是一个职业漫画，这没有话讲。但是它取材其实很困难，因为它是公家机关的关系，你不太能真的走进去随便，你不能在警察局里面拍照，有一些机密文件你不能拍。对，可是棒球你相对取材非常容易，很多的网络上都有比赛的影片，但是你要怎么决定你的故事？它跟台湾跟你有没有认同感？你有没有同理心？你能不能把自己的生活带进去？所以后来我就取用夜市的背景，你可能逛过夜市，可能玩过一些游戏，甚至你身边可能有人是体育班的人。所以我觉得那个能够让读者们知道这是台湾漫画，我觉得是很重要。所以我在这上面下了非常大的苦心。哇，新梦纯阳老師，好，未請大家呢繼續來 follow 29年生歲哈，也 follow 純陽老師陸續還有新的作品會讓大家分享。今天非常感謝先生，新夢先生，謝謝老師的分享。每希望所有朋友來收看今晚嘅解復起來咧，因為咧29主題係送俾大家哦。希望大家今晚嘅解收看，大家邀請大家聽聽先生來做認同，講來了。